我係 Jamie， 我最愛嘅節日係聖誕節，我每日都係充滿粉紅色嘅，期待等待下一個聖誕節。我好鍾意講 Grace， 食飯前一定要講 Grace 潔淨食物，平日都會同人分享你很特別嘅信念，幫到好多人親近神。我好鍾意學嘢，不但會天天認真考察聖經，亦可以好快咁自學到彈琴，近排更加認識咗原來乳豬冇乳齒㗎。我係 Alden， 但你可以叫我丁哥。我係江湖出嚟撈，個個都係咁叫我。雖然我啱啱加入咗呢個捉靈團隊唔夠1年，但我係好出色嘅福音戰士同打手。啲弟兄有需要時，我完全唔會計較自己嘅時間心力，咁陪伴佢哋。我認為我嘅魅力係我永遠唔會 end 嘅 end， 同埋我係最唔易嘅仔。大家好，我係 Your Best， 我係維園嘅街健王，我好俾心機走入社群同伯伯做朋友。依家我每行3步就會有個街健伯伯同我搭訕。我好鍾意 mark calendar， 就嚟朝早刷牙都要 mark 低。但如果有人需要新，我花幾多時間聽都得。我最鍾意嘅興趣就係瞓喺草地光合作用。我覺得人生就係要認真黐住認真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龍，我最鍾意就係大歡樂俾大家。你知唔知道蜜蜂嘅英文叫做咩？係叫做 bee。咁你知唔知美國嘅蜜蜂叫做 USB？ 咁你又知唔知道日本嘅蜜蜂叫做咩？日本嘅蜜蜂叫做 wasabi。咁你又知唔知如果你係一隻蜜蜂，你會叫咩？ Stupid， 即係 stupid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大家好，我西外人喜爱凯靓仔，周周的 Charm， 众所周知啦。我真是很喜欢看圣经，我属灵的心香香到每走3步，就有人会掉转头，求我 share face 他们。我怀疑我凯魅力真系爆灯 ，Charm 到每个弟兄也说我是他好好的朋友，但偷偷告诉你，我的 best friend 其实是我弟弟。Hi, I am Elvin。大家可能係透過降落傘事件認識我，但我依家已經唔覺得同 Sisters Fellowship 好似跳降落傘咁，係我其中一個最大嘅突破。我都好識補位㗎，除咗用腦嘅遊戲好癲之外，我籃球、乒乓波、飛碟都好勁㗎。我之前仲要係乒乓波教隊添。大家好，我係 Rex。偷偷話俾你知，其實我好鍾意返鄉下，因為我個名叫做回鄉證，同埋我好鍾意恐龍㗎，例如暴龍、激龍、雷龍、東方龍，但唔使擔心，我一啲都唔有，因為我係一個好好嘅聆聽者，同埋其實我有一個秘密身份，喺累嘅時候我發掘咗自己嘅真實身份係反斗車王，我以依樣嘢為驕傲。大家好，我係 Jason， 我好鍾意打空手道，打軍傳弟兄。雖然聽上去好似有啲暴力，其實我好細心㗎。就算你用龜速行過嚟，我都會幫你頂住道門。歡迎大家搵我食飯，因為我好大方，隨時請埋你㗎。Hi guys， 我係 Stephen， 我好樂於助人。已經好幾次喺唔同地方，因為馬桶賽咗幫手通馬桶。我而家喺 singing team， 我好 proud of 我嘅音域仲高過 BT 所有 sister 㗎。如果大家需要情緒價值，都歡迎嚟搵我㗎。大家同神嘅成績表都可以係100分。
好，我係正耀，我好鍾意贏。上次唔小心整到自己跛咗，就係因為輸咗好唔開心。但有時我都會為咗鼓勵其他人而特登輸嘅，絕對唔係藉口。近排多人叫我燈柱，但係我幾鍾意呢個名㗎，因為代表我又高而頭又細。大家好，我係希叔，我嘅好勝心超強，我嘅個性唔鍾意輸咗嘅話，通常我都瞓唔着。Sky is the limit， 我人生第二個愛嘅人係我嘅女朋友 Minnie， 第一個梗係神啦，我第三愛嘅就係 Hyros， 我希望有一日可以令到 Joseph 感覺佢拖累咗我。咦，Sister 呢？係喎，Sister 呢？